来讲，去年10月，台东地上的稻仔田呢有上百只鸟啊，敢若是风透死。也即马化验的结果出来啊，一个稻仔田的树啊，甲鸟啊呢，拢有一个杀虫剂，也即种杀虫剂呢真毒，甚至验到讲超过标准2500倍。毋过鸟啊哪会食到这个农药，即马是也查无。县府哦这边是讲会加强来宣导甲稽查，也地上乡公所呢嘛讲会甲米厂来配合。若是讲佮查到有残，发生这种状况，就会停止来这个尽责。去年地上乡一搭田边，互人发现上百只野鸟不明原因死亡，而且田边阁有切仔，好亲像是用来拐鸟仔。发现的民众怀疑死亡的野鸟是食到有毒的切仔，送去化验，即马化验结果出来，为死亡的野鸟体内的甲切仔，拢有发现极毒的农药加保符，安全标准是0.1 ppm， 刷验出上悬超过标准2500倍。环保团体烦恼会造成规个生态链的伤害。如果不小心的被人类食用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？可能就会有人类死亡的一个风险存在。当然，那些毒鸟案的结果也有可能导致生态链的瓦解。目前查未到下毒的来源，不过地上乡公所是烦恼可能影响地上米的名声。今年已经甲米厂配合向农民宣传，若是伫田区阁发生毒鸟的事件，会停止甲农民的客作。也结合了米厂在重申跟农民来做这样的一个呼吁。如果有再犯的记录，我们就不再去做弃作。台东县政府表示，因为加保符农药是国际公认极毒的农药，国内目前也是会使合理使用含量3%规粒仔的加保符，不过会加强客查买卖情形，也呼吁农民唔通用来毒鸟啊，若无会依照野保法罚6个月至5年的有期徒刑，并科20万至100万以下罚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